一般教會常用嘅佈道方法，如福音橋、五色佈道法等，都強調人犯了罪，不能自拔，唯靠耶穌十字架寶血嘅救贖，才能夠得拯救。福音單章中如果不提犯罪，只說上帝愛世人，會唔會被人睇為大逆不道呢？最近重讀楊牧谷牧師嘅壞鬼神學，他在書中常常口誅筆伐，那些因過分強調罪嘅主題，以致變成死守律法、信心軟弱、效能低落信徒嘅情況。我當時實在有啲不明，直至讀到林漢星牧師《尊榮嘅福音》一書，才使我茅塞頓開。尊榮嘅福音是宣告人人都可以得到尊貴榮耀身份嘅好消息。我們傳福音嘅時候，常常有一個盲點，以為聖經只注重犯罪和赦罪，但忽視了人因不能獲得個人名聲而帶來嘅羞恥，更少提及接受基督後，佢可以恢復尊貴榮耀嘅身份。林牧師話，始祖犯罪墮落後，人就產生了所謂伊甸園效應嘅三種情緒反應：罪疚感、羞恥感同恐懼感。而不同文化體系對這三種反應都會有不同嘅着重點。若果傳福音時能對目標對象對症下藥，效果可能會事半功倍。不同族群因住不同地區、文化、傳統、信仰等，佢哋對罪嘅觀念可以有着很唔同嘅了解。例如，住係罪疚文化地區，特別是較注重個人感受嘅西方社會，講個人罪得赦免，佢哋比較容易接受而相信耶穌。但係住在羞恥文化地區，好像華人社群、日本人社群、伊斯蘭教徒，佢哋比較着重集體嘅感受。單講個人罪得赦免，就很難深入他們嘅心而產生福音嘅果效。如果佈道換個方式，讓佢哋明白，相信救主能夠恢復家族或者族群嘅尊貴榮耀身份，就可能會達到福音的果效。傳統赦罪佈道法多着重個人嘅犯罪行為 doing， 而借基督嘅寶血得以赦免；而尊榮福音佈道法則強調個人本身虧缺或羞辱了神嘅榮耀，而借着基督嘅寶血得以恢復他們尊貴榮耀嘅身份，或者族群嘅尊貴榮耀身份，咁樣可能會得到福音的果效。本書雖然只有60多頁，但書中有好多面對不同核心價值觀嘅族群宣教實戰嘅參考個案。本書討論嘅課題包括乜嘢是尊榮嘅福音，點解要用尊榮福音佈道法，羞恥文化地區嘅人對羞恥嘅看法，尊榮和名聲係乜嘢，淺談羞恥和羞恥心，面子同羞恥心，乜嘢人最容易感到羞恥？不同宗教信仰人士對罪和羞恥嘅睇法，犯錯同羞恥，罪疚感同羞恥感，恐懼同羞恥，常見減低羞恥嘅方法。在羞恥文化嘅人點樣靠自己減低羞恥感？不同宗教信仰人士對除去羞恥嘅睇法，基督點樣使人榮辱逆轉？尊榮嘅福音點樣令榮辱逆轉？尊榮福音佈道法嘅步驟，尊榮福音佈道法嘅基本信念，破冰啟發問題，宗教對話佈道法，耶穌係對話典範，尊榮嘅福音對話例子，尊榮福音聖查經，尊榮嘅福音逆轉人生嘅見證。林牧師希望這本書能激發到在羞恥文化中傳福音嘅人，能夠有另一個向導或者方法，可以有效分享福音，令到福音嘅硬土頓然變成軟土，讓曾經被宣教士睇為墳墓嘅禾場，最終能夠變成地上嘅樂園。歡迎大家進入基督教電子書圖書館網站，註冊賬戶，然後訂閱呢本書，完全免費，終身閱讀。多謝收睇。